不过，这破发现金1万块的论刑特别预算案，立法院调野党团达成共识，按算拜五完成三读，未提出复议，上紧1个月后就会当破发现金啊。关系民众期待真久破发现金1万块的论刑特别预算案，立法院15要进行第2轮预算提案的调野协商，预定17完成三读，而且无提出复议，也就是破发现金的预算，渴望这礼拜5三读过关。我们在这个礼拜5排入议程，而且一定会完成3读。你一些先期的作业可以先做，快马加鞭快的话，应该10月底可以领到钱，那最晚应该11月中就可以领到这1万块。这个时间点呢，行政院也要把握。既然要发放的话，时间当然是越快越好。发放的行政程序上能够简化能够提高效率，能够加快速度。主计总处评估，普发现金可以带动 GDP 0.6的成长率，特别是对于民生消费的提振，让全民都能够过一个好年。若是预算案拜5会当通过，佮经过总统赶紧公告生效，全面破发现金1万，上紧有希望11月中下旬开始执行。不过另外一方面，在违法争议还未解决，行政院要提修正版本，希望会当达到徛伫事权会当划分，水平财源会当平均。也希望地方拿到更多的统筹分配税款，要承担更多的地方自治事项。因为再违法修正，国民党团原来有家己提出版本，伫这个会期列做重要优先法案。民进党立委赖水龙原来有提出修正案，未来行政院甲调野安怎沟通，也是一个挑战。记者采访报道。